在地上大条，咱要来看去年4月初3的时阵，花莲发生大地震。代替除了医护铁基路以外，今嘛还阁启动24点钟边坡路桥的监视。不过有代替的员工就引出来讲，因轮班监控路桥，这加班费超磅，可能会超过劳基法规定法定加班的时数。员工嘛真烦恼讲，可能会领无加班费。因那代替这边是回应讲，医护铁基路拢有排夜班的人员。也那加班费会按规定甲发落去。去年403花莲强烈地震重创代替东部干线铁基路，为确保安全，代替阁启动24点钟面含路桥监视。不过这样代替员工就网络讲，这路段工部段加班费比其他路段较悬，烦恼会提无加班费。有没有超过46个小时？我相信只要是在工程很急迫的时候，或多或少都会有啦。那目前我们我觉得员工的态度就会是说，那这段时间就是要么就是牺牲奉献给公司这样。员工指出，一个员工上一礼拜路桥监视的加班费已经24点钟，佮加上消防车查到这的工作，有可能超过46点钟，恐吓违反劳基法的法定加班时数。代替回应伫工部维修铁基路养护作业，爱暗时封锁路线，实施养路工作，工作时间排定伫夜班制，为暗时10点到透早4点，确保当前工作安全。另外，公务单位的加班工资，拢依法照规定法，绝对袂扣加班费。或是天灾的抢救的情况下，主管必须要把它控制在46个小时下，不能让任何一个员工超过46个小时。专家表示，路桥自动侦测系统虽然需要人力确认汇报，不过依然应精进部分流程。目前我的系统 run 下来，有没有哪一些地方其实是它可能不需要这么多人去做，或是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再多一点点让系统去处理的部分。代替三港表示，东部路线边看比西部路线多，加上地震甲风台需要更较侪人力来做铁基路养护，呼吁代替伫人力安排补助进前检讨提悬夜间甲危险停贴，将导致即卖人力记者综合报道。